2010年過去啦，咁其實喺2010年裏邊都出現咗好多非常之受歡迎、銷量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國語專輯㗎。咁我哋睇翻上年嘅台灣 G Music 流行榜上面一啲上榜好耐又或者攞咗好多冠軍嘅專輯。而除咗小豬嘅呢張《羅生門》之外呢，仲有一張嘅大碟咧喺榜上面逗留係超過20個星期咁耐嘅喎。我看着鏡子後面皺着眉的我，很孤單，他有話想說，像天空不會永遠都是藍色的，有一天你才會抬頭，走穿多少的香濃，笑了哭了，有3、4個人愛我，我想要一個亂了數字的時鐘，我想做一個完全相反的我，我在這個世界拼命些什麼，累死我，我有雙不聽任何命令的耳朵，去享受快樂加上自由的我要變成一顆透明的石頭，我不會動，也不會痛。佢嘅出身地並唔係星光大道，而係超級偶像。幾年嚟呢，以佢略帶中性嘅形象同埋非常之紮實嘅唱功呢，非常成功咁樣喺呢個國語樂壇裏邊佔咗一席位啊！舊年呢，香港首次舉行佢嘅個人售票演唱會，亦都得到非常之叫好叫座嘅成績。佢名叫做張雲京，專輯嘅名叫做《相反的我》。舊年呢，喺台灣嘅 G Music 銷售榜呢，共攞咗2個禮拜冠軍啦。咁期間喺榜上面逗留係有22個星期嘅。絕對係一張長賣嘅專輯，《相反的我》。張雲京《相反的我》專輯裏面嘅點題歌《相反的我》